一日，同邊個一齊做嘢，喺邊度生活，我想將啲時間擺喺邊度。我唔係話每個人都要做電商，或者每個人都要 quit 咗份工佢。我只係分享我自己嘅經驗。對於我嚟講，電商俾咗我呢種自由，所以我覺得有意義。老實講，就算而家，我都仍然係會有懷疑，有時候會喺度諗，我係咪太自私呢？我咪應該揾一份對於社會更加有貢獻嘅工作呢？但係後來我先明白，如果我自己都唔開心，我點樣可以令其他人開心呢？如果我自己都唔自由，我點樣可以幫助到其他人呢？而家我透過教電商，幫助到一啲同我以前一樣迷失嘅人，我覺得呢個就係我而家嘅意義啦。用我嘅經驗去幫其他人揾到佢哋自己條路。呢幾年嚟，我學咗幾樣嘢。第一，人生嘅意義係會變嘅。我20歲嗰陣時嘅意義，同我而家嘅意義咧，完全唔同嘅。我諗10年之後又會再變噶啦。第二，冇人話俾你聽，